阿公变魔术，周树雄。伫我细汉还未读小学的时，有一段时间搬转去甲阿公住做伙。阿公逐工透早就爱饲猪，所以我耳孔边若听到一阵一阵猪仔吼吼叫的声，迄就是准时叫我起床的乱钟仔声。还会记得，伫阿公的猪条边有一片园仔，花草甲果子种甲满满是。迄时感觉阿公若亲像魔术师共款，毋管啥物树丛，伫伊的手内，拢会开真水的花蕊，生真芳甜的果子。我见摆若缀阿公要去巡园仔的时，足爱挑顾伊目睭壳壳，哪行哪用鼻孔去摇我即马徛伫倒一站，因为满园的香味早就深印伫我的头壳内。若是拄着假日，规片园仔就变做阮即阵乖孙天然的游乐园兼果子店，爽到倒位，慢到倒位，慢甲双手攀袂离，搁食甲喙烂擦擦滴。我印象上深的一摆，就是看阿公把米甕掀开，豆豆仔对内底摕一粒石屉出来要互我食。迄时我看甲目睭拢无呢，想讲阿公伫当时遐敖变魔术。当我行我去看的时，才发觉甕仔内有几落粒石屉，互白米盖掉咧，而且规个甕仔拢充满石屉的香味。阿公甲我讲，还未熟的石屉就爱混伫米甕内，安尼才袂下到啦。我听了，随因讲，石屉根本就袂晓讲话，下到是正常的啦。后来阿公才笑嗨嗨甲我解说，下到伫遮的意思是咧讲果子阮无熟，袂食得啦。若到暗时，阿公见摆啉酒啉甲麻西麻西的时，伊就足爱变魔术，互阮即阵乖孙的看。尤其阮上爱看的魔术，是阿公会打手面倚伫耳孔边，目睭放客客，嘴念让阮毋捌听过的咒语。最后，甲阮即阵目睭瞪甲大大蕊的乖孙讲，拄则伊有请圣诞老阿伯派一寡银角仔来送互伊的乖孙，钱伊已经偷偷啊藏伫窗仔口，叫阮紧去摕。阮听了，就要信哪毋信，撞去窗仔边，结果真正有一贴银角仔
囥伫啊，大家分甲笑眯眯。大汉了后，虽然知影阿公变的拢毋是真正的魔术，毋过伊双手所变出来满园的芳甜，甲开厝间的笑声，是我心目中上有意义的魔术。最后，感谢收听，再会。